Radio 嘅每日靈修節目，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同埋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我哋嘅生活有時會令人精疲力竭，每日都係重複，就似一個循環。打理家事、解決問題、照顧家人，我哋表面上笑容滿面，內心卻係疲憊不堪，似乎冇人理解我哋係幾咁軟弱同埋疲倦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上帝俾你嘅責任並非係重任？如果呢個係特權，咁又點樣呢？今日2025年6月26號，每日靈修節目，邀請聽眾與Pauline Hilton 作者一齊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責任或特權。我實在唔想去教會，因為我每次去教堂，大家都會問我爸爸嘅狀況。你爸爸點樣啦？佢哋一次又一次咁問我呢個問題，我實在唔想再談論佢嘅健康問題啦。我心入邊只係想尖叫。咁我呢？我一邊要照顧父母，養育2個年幼嘅孩子，仲要照顧丈夫，做全職工作，仲要打理家族生意。點解冇人問我覺得點樣呢？我父親啱啱做完咗左腳截肢手術，就要返嚟同我哋一齊生活啦。我好懼怕。嗰日去教會嘅時候，我啱啱遇到一位中年婦女。據我所知，佢一直喺度照顧佢嘅親生父親。我問佢，諗到要將爸爸帶返屋企，我就驚。我唔確定我可唔可以照顧好佢。你照顧過你嘅爸爸嗎？你係點樣做到㗎？佢笑，望住我話，冇問題嘅，孩子，照顧爸爸係我嘅特權。我永遠唔會忘記呢句話，直到幾年後，照顧親人先真正成為我眼中嘅特權，而唔單止係責任。但係感謝上帝，我終於可以從呢個角度看待呢個神聖嘅工作。喺約翰福音13章12至14節記載，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對他們說：我向你們所作的，你們明白麼？你們稱呼我夫子，稱呼我主，你們說的不錯，我本來是。我是你們的主，你們的夫子，尚且洗你們的腳，你們也當彼此洗腳。主耶穌一直睇服侍為一種特權，佢都教導佢嘅門徒同樣嘅道理。我哋人類成日被教導話，我哋擁有權利，並且必須為自己嘅權利而奮鬥。但係身為基督徒，我哋確實擁有權利，但係放棄呢啲權利去服侍他人，都係一種特權。你唔相信嗎？請問主耶穌，睇下佢喺馬太福音16章24至25節所講嘅。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一位基督徒音樂家曾經講過，基督徒係對主耶穌充滿熱情嘅人。呢個定義非常準確。當你深愛佢，渴望跟隨佢時，你就會捨棄自己，效法佢。感謝上帝，佢冇讓我哋獨自承擔所有事情，佢賜聖靈俾我哋嚟幫助我哋。我改變照顧父母觀念並非偶然，呢個係上帝賜俾我奇妙嘅轉變。讓我哋一齊嚟禱告。親愛嘅上帝，我知道放棄我嘅權利並唔容易，但係你以無助嘅嬰孩身份嚟到呢個世界，活喺呢個罪惡嘅世界，因為你愛我，求你教導我似你一樣去愛，幫助我似你一樣去服侍他人。
因為呢個係一份寶貴嘅特權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親愛嘅聽眾，主耶穌並非只係理論上愛我哋，佢跪低為門徒洗腳，佢呼召我哋以佢同樣嘅愛去服侍他人。所以，如果你今日默默嘅承擔咗太多嘅責任，請唔好以為冇人關心你。上帝注視你，並欣賞你所做嘅每一項服侍，佢將你所有嘅辛勞化作獻俾佢嘅馨馨之祭。因為當你被愛激勵時，服侍唔再係負擔，而係一種特權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住蒙福嘅新一日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主耶穌，或有任何嘅難處、顧慮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留言，或電郵至 chiase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盼望可以與你聯繫。